屈服于群众的要求，将这位世人的愿望，耶稣判了定十字架的死刑，头顶刺白要流，耶稣背起粗重的十字架，脚无稳，行过坎坎坷坷，搁真行的山路，到伫一个叫做哥哥他，就是名叫塔甲满的所在。伫遐伊受定死伫十字架顶，所有的愿望，担亲像拢消失了。心内万苦。